咱学法，迄无合用叫做哪？叫做性。咱的主观意识，我袂接受你的看法，你袂接受我的看法，叫做主观意识。佛陀咱来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欲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凡所有相，听好哦。这话啊，本来本质就是白水对对，这叫做本质。但是你讲泡咖啡咧，有上无？咖啡乌的相，泡汽水的相，你一切饮料啊泡嘅，拢总叫做就是个相，迄叫做主相。欲见主相，主相你个概念爱了解。主相是佛陀咧讲吼，一切相，一切相，万法一切法拢同意思。诸法在主性中，主性在诸法中。因为爱上来道理，爱上来道亲。甲好心道亲，爱了解大乘法。今日若要进入真正小乘法，咱互外口来甲你影响。外口的叫做言名，迄个叫做实相。是啊，连佛教中甲你讲，欲见诸相非相，欲见诸相非相，你来听落哦。诸相非相是啊，诸相到底是非相，缘起成空，缘起无我。缘起无力量，安尼听我意思无？离外口拢做个因缘，咱今日班开讲个因缘，拢因缘，唔但咱缘会当接做伙，但是咱到尾啊，袂使因即个班会用情绪来养着你，欲见诸相非相，缘起有实体啊。但是你会去了解这杯水，伊本身是无实体的。你的慧命，你的意识会毁灭，你的思想会毁灭。佛陀里金刚经，伫第三分甲你讲，伊安怎甲你讲？菩萨，欲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该为菩萨。你无善哦，你是一个菩萨哦。你有我定思想哦，什么叫我定思想？你的心去攀一个境，你的心去攀一个境，安尼叫做我相人相。你的心看到一个境，迄个境叫做人相，迄个我叫做我相。迄个心去攀一个境了后，第三世三义造出来叫做众生相。什么叫做众生相？众量众生。你生出一个问题啊！你生出一个问题啊！你讲第四句话叫做受者相，受者相的概念叫做哪？叫做执着。你已经伫你的思想生出了妄想，伫你的思想已经执着伫你的思想的内底，叫做妄想执着，而不能证得。佛陀里金刚经第14分，伊尾来讲出话，用菩萨心。听好哦，欲菩萨心欲菩萨心随法，如人入暗，即不能所见。欲菩萨心不随法，如人有光，入光明照，见众生性。金刚经24分，27分后壁你看哪？这个菩萨哦，咱今日大家拢是大凡的众生，咱今日修菩萨道哦。咱今上菩萨道，问题出心人，问题出来咱讲，唔是出嚟怕。欲菩萨心，主就是执着欲法。我咧讲好，别咧讲好歹。我咧上对，别人上唔对。那安尼人就以我个人的主观意识建立伫我家己的思想上，咱叫做随法。你咧修行里头。如人入暗，这不能所见。因为安怎讲？因为你的心无光明，你的心无贪念，你的心无光明。欲菩萨，你菩萨哦，心不随法。头前迄句话是主，后边这句话是不主。头前这句话是执着，后边这句话是无执着。欲菩萨心不随法，如人有梦，就贪像一个人目睭。
立功民众，今日无阴啦，今日太阳出来了，见证有成，叫做一目了然，清清楚楚，都对我大家比喻。今日咱今日要修大想法，咱的心真啊提不起来。我甲你讲，无采你出世人来到这个世界，修道要哪去灭动音，甲灭无动音，你甲解释。要哪去灭的修密，伊是大拢动音。现在大拢动音，拢是学老师，拢是学老祖师，拢是学师傅伊接发过来，这叫动音。敢是安尼？这种动音，毋是讲我今日这考我较好，我教你拍。我今日无考，我今日无爱拍，安尼叫做分医别拍，安尼叫做动音。我会解释了清楚，咱大家袂误会，因为你拄则讲句话，要动音来修道，安听无？动音就是讲一个佛法，讲一个真理，迄叫做动音。动音毋是党派，党派毋是动音，动音毋是丢温暖，温暖毋是党派，毋是这道理。所以，咱上惊是惊伫做一个所在，上惊是惊伫咱个道理，迄个陷阱，特别招人跳回迄个陷阱，安尼叫做哪？一盲引众盲，啊，相皆入河。修得上来这里，修得上来这里，因为咱是正法，咱的大乘法咱也无了解，咱修到尾变成法则，有可怕无？修得真正有可怕，所以咱学学，含咱大家已经行过，离我领有40年，我嘛足惊咱各位大家行如何，我嘛足惊咱各位大家已经行袂失去。因为咱讲过一条，咱无一条。今日我人做咧点意思，我拢袂甲你讲啦，含我拢无代志。敢是安尼？但是我既然讲，就是爱讲对。咱阿正，伊写咧写大上法，注定咧写大出，所以说会写得真好，写得爽。这是恁伊若写出恁出来嘅话啊看无？哦，啥物叫做？世了错，这你若无去个看，无去个了解，这你根本你看无。按你讲了真好，迄则真正伊爱要教，但真正咱要求的方向，还要求的目标。我得现在，若乐小华子听好，欲欲小者，即着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即有出见不能听说，读书不能解说。因为你是一般道弟子哦，你毋是一般顶哦万头迄人，一般道弟子。既然一般的道弟子老祖师传互你，就是三宝心法，这叫做正法。所以我希望讲，伫咱大家咧修学的过程内底，伫咱这个小可以提升。你会记住诶，所有物件都咱家己，毋是别人。我即马就比较。咱我想表现，咱我想来参与。人袂讲我做伙，是我无聊，是我无听。我讲人听无，我人传的好势是我聊，我无聊，我无聊。我是要拢关心讲，我只要拢无爱去讲什么人，什么人，道务地方店，地方店，拢是咱的名，拢是咱的领导。敢是安尼？但是我袂使做第二代志，所以我一直拢关心。面对做事。要毫不变，毫不上升，忏悔不前，改过自新，同样同时正常。后边会凡事在佛堂颠倒错乱，忘其祖师。后边会安怎讲？赦罪容宽，希望老祖师把我下垂，希望老祖师把你下垂。安尼好无？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谢主持人慈悲，前道主公，坤道主公，再次为了掌声。必当心意义和爱强单位和合成单位
115年6月份，青上人才金站班班员成向吴吉岛母亲3鞠躬礼，前到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前人慈悲鞠躬，感谢父前人慈悲鞠躬，感谢贵顶法师慈悲鞠躬，坤道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前人慈悲鞠躬，感谢父前人慈悲鞠躬，感谢贵顶法师慈悲鞠躬。他们